师父接着来提醒所有的各地莲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。社会的病态是从哪里来？是我们的心邪恶了，不单只考虑自己以外，更是想尽办法从别人的身上要得到好处。这种想法很浅见，他不知道这中间一个念头，鬼神都知道啊。你这么一个偏差邪恶的念头，以后你的果报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跟前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很多年轻人，你看诈骗哦，现在网络诈骗到处都是，人家都是辛苦钱，很认真努力的一点一滴的血汗钱，结果你看都到处用骗的，利用人家人性的善良，让他蒙骗，让他受到这么大的损害。各位，你想看这个诈骗、贩毒、有点卖毒，让大家这样糊里糊涂的懵懂无知，吃了以后就变成行尸走肉，他完全没有知觉，就每天的醉生梦死。你看，你每天就卖这个毒干什么？害自己又害别人，所以你诈骗贩毒甚可恶，非常非常可恶哦！都是我们的心贪求欲望太强，理当反省速觉悟啊！我们应当赶快检讨自己，随时能够改过自己，要速速的、快速的要觉醒了，要觉悟起来，知道那个是不对的，是不正当的、不应该的，我们就要回过头来。好好的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、关心大家，而不是一再的来利用众生来欺骗他，不可以这样做。因果报应皆无误啊！你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报。这个报应呢，如影随形的跟着你走，你到哪里，它就跟着哪里，不是就一辈子结束哦。生生世世哦，你肉体有一天这个色身会离开了，但是你的灵魂呢？你的魂魄，你所做的这些种子，永远跟在你后头，如影随形这么走。如果这个业没有消，那个业障永远亦步亦趋的，就是你走一步，我也跟着你走一步。那个果报是永远跟随着你的，所以因果报应皆无误，绝对不会有差错的，不会有差错的，一丝一毫都是在因果当中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年轻人应该要觉醒。如果你爱你的家庭、爱这个社会、爱这个国家，你必须一定要知道诈骗啦、卖毒啦、打架啦、绑票啦。各位，你以为说得到了那这么多钱我就快乐起来？你快乐什么？后头的因果马上就出现了。业障成熟的时候，你被抓到、被逮到以后，怎样？到监狱嘛，痛苦难当，身心没有办法得到自由，在污浊的环境当中，你叫苦连天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？是你自己啊，自己做来的啊！不好好的慎重考虑，意气用事，莽撞就开始冲动，为了得到一点好处，结果随时害人。这种行为是太大的偏差，所以因果报应皆无误，绝对不会有差错的，不会耽误的。你做了，很快果报就会来。堕落地狱别图误啊！你以后堕落在地狱，不要觉得惊奇啊，不要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讶异，因为你要知道嘛，一定有天堂，绝对有地狱，天堂地狱绝对存在，只是你不信的人永远都为非作歹，胡作非为的，他不晓得说哦，原来有地狱，原来有地狱啊！你做好一定有将来的，有天堂。这个事情是不容许你随便去否认它，你不相信它，但是它永远都存在呀。不然做善的人去哪里呀？他就一定到天堂，到好的地方。那你做恶呢？那你要去哪里？各位，这果报你一定到地狱嘛。所以堕落地狱别图误啊！我们《地藏经》里面讲的那么详细。地狱的情况是多么恐怖啊！那里面的众生一天一夜
万死万生呢？每天这么折磨，重复的、不断的在折磨你。所以各位，地狱太悲惨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到这种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用诈骗、你用卖毒的、打架的、绑票的这种行为，最后你堕落到地狱，你别突兀啊，别感到很惊奇、很惊讶。是不是这一章提供给大家？希望我们弃恶向善，一心来关心别人啊，来奉献自己。各位，那这样社会会更加的进步，更加的和谐，国家就太平了，人民就安乐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对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